福莲公主，无忌太子有请。无极，是你，我就知道你会来看我的，在你心里定然还是有我的。前几日在民间听到一个故事，想说给你听听。但凡你说的，我都喜欢。这故事说的是一名女子走了运，得到一个宝物，是一颗必毒的珠子。有了这颗珠子，百毒不侵，百病全消。这女子就心想，既然自己和旁人不一样，那何不做得再高明些？你猜，她做了什么？她寻了个妖术，把能害死人的瘟疫传了出去。可她有宝物啊，再厉害的瘟疫又能如何？从此以后，她行遍五洲，四处行善。人们真把她当成了一个善心菩萨。偏巧，我认识这个人。为了当一个莲花般的圣洁女子，她总是先犯下滔天的恶行，再假意行善，人们却把她当成一尊活菩萨。可我却知道，她心有多狠，有多黑。这世间真有如此恶毒之人？我也真是开了眼界啊！若是有缘能与此人相遇，我定要好生的开导开导他。既然在这座雕梁画栋的屋子里，有人不愿意去面对镜子里的真容，那好，不如我们换个地方，也许能稍微清醒些。无极，你这是要干嘛？你自己好好看看。宫殿庙宇，茅屋寒舍，这不都是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的身外之物？有天有地，有我佛莲这颗赤诚之心，这些又何足为惧呢？说的极是，那我先不打扰圣女清修了。
好好看看。傅莲，德行不淑，有愧于五州妙宗，有愧于玄机列祖。如此非常之事，德情愿取消与天权太子的婚约。自那年你来了玄机，傅莲这心里头就只有殿下一个人，这份惦念远比你以为的要更坚定。就算你轻信了那些人对我的污蔑，偏要把我看作一个无情无义的寡德之人，傅莲问心无愧，更不愿随意割舍。无极，我是绝不会放弃这段婚约的。哦，你又要走？我只是想让你见一个人。说。佛莲一早便知道扶摇他与你的关系非同寻常，便下定决心，要让他身败名裂，让他永远都记恨你。从城外见到他时，便设下了这个局。不要说了，他跑到我的府上，用联姻骗我去害扶摇，说你无极身边只可以有一个女人，那个女人便是他佛莲。不要说了，我何时曾陷害过你？玉皇殿下，你为何要如此害我呀？这些事你不认，我并不在意。要让五州天下相信我这个无极太子，有太多种方法。不是这样的。只可惜啊，你煞费苦心演了10几年的戏，功亏一篑。无极，你再听我一句解释好不好？你自己好好想想。无极。